艺术水个好，各种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咱常在咧研究，讲台语原来有4字的成语，有记吼，往往有一个特色，头一字甲第三字讲同款，为着要加强口气。头一句咱今日来研究一句起川起市，起拢是动词，头一字嘛起，第三字嘛起，川甲市意思要共。哦，这个物件川，愈倒会流血破皮。市咱定咧讲人拢交杯，官公流弊，咱拢交杯，拿豆得市。得市也好，川也好，这表示啥？表示讲有一款人无事请做事，平地起风波。我也无得失道理啊，为怎样总无讲你安尼起川起市，逐句都要甲我插？原来国情啊，即句起川起市，就是安尼生伫咧应用哦，无毋对。结果咱安尼共问尔，换人甲咱应啦。因讲国情啊，你做人不应该啦，你太无信用啦，你拢反其反倒。有影呢？咱日常对谈嘛定咧讲，反头一字嘛反，第三字嘛反，拢当作动词，啥做反其反倒？张印外呢，讲即间厝50万要卖我，啥物总无讲困一切尔，日头佫再浮出来，今日就甲我回讲，若无100万吼，我看我算袂好。做人敢会使安尼讲话？反其反倒，有影呢？即句反其反倒，实在咱日常对答，原来常咧讲，原来国情啊伫咧讲诶，台语4字的成语，原来头一字甲第三字拢讲同款，拢当作动词咧应用。佫有无？讲到反其反倒，朋友有诶吼，已经想到啊啦。另外一句咱原来常咧讲啦，化其化倒。即句简单就是讲吼，专业咧拍牌啊。国情啊来。一箱你甲我搬过倒手边，搬完了搁倒来哦。是安那？加搁2箱你甲我搬过正手边，搬完了搁倒来哦。加搁4箱搬过后壁边，真奇怪。拢我咧搬，你双手插过，淡遮伫咧反复，淡遮伫咧拍牌，淡遮伫咧化起化倒，拢你咧出喙，无毋对。化起化倒，咱日常即马原来加减有咧讲，化原来是当作动词，原来是头一字甲第三字相共。朋友，高正今日找你研究。拢甲起，拢甲倒，互相有牵连。台语4字的成语，咱这话就要甲捡起来，就要甲保留掉，日常咱甲应用。安尼台语才会愈讲愈艺术，愈精彩，愈丰富。